就是文化篇的第6篇哈。那你可以参考这个网站里面的这个内容哈，内容哈，然后可以针对你的方言、海岸呐、秀姑兰或者是马兰哈。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好，用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来形容阿美族的生活是最恰当不过了哈。那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句子哈。呃，形容就是看你这个词形容你要用哪一个单词哈，单词不一定说一定要用按照字面的意思哈去解释，就是你翻译的意思有到就可以了哈。好，如果你已经翻好的话，你就把它放在那个那个哎文章，好。好，靠山吃山呢，不是山哈，就是山上的东西哈。靠海吃海也不是吃海是海里面的东西哈。所以有时候你按照字面翻的话会有问题哈。靠山呢，你也可以说接近接近接近海，靠着海借着山也可以哈。看看你有什么使用哪一个单词或者是词缀哈。我相信在网站里面那个方言的这个翻译应该不会差很多了哈。嗯，是活动，嗯包括这个恰当哈啊，最主要就是你能够把它整句所说的内容表达清楚，这是第一个清楚了之后呢，我们再看它的记法结构合不合适那清楚呢，也借着单词，你的应用的单词，加上词缀的应用来看看整个句子整个句子顺不顺。所以这边主要的动词是在这里有来，还有是主要的动词，包括这个用还有吃、靠、吃这几个都是动词
好，安乐的，好，安乐的写好了哈，我们就先看哈。安乐是海岸的哈，它这是字形哈。如果你可以选择字体哈，如果你可以选择字体的话，我建议你用那个 Times New Roman 这个字体哈。一般罗马字、英文字大概都是用这个字体哈。你要习惯要用这个哈。好，以阿鲁安鲁读乌斯蒂国立以阿鲁安古利亚乌斯蒂国立，那大多数外国人啊，算了，努力努帮着哈。这个好，看一下哈。它这个就大概就是直接翻译了哈，直接是比较简单的哈。在哈在住的地方山哈，所以它应该是大概是这样翻哈，山啊山哈，阿鲁岸阿鲁阿鲁就是住的地方，所以这个句子是不够完整的哈。嗯，你说干马鲁岸啊，一路读哈。五十 stick olive 哈，它大概是它的这个句子大概是这样子的哈。呃马路哈，一路读哈，我马恩多努路读啊，多努路读盖好，还比较好一点哈。好，再来啊，马路一哈，拉瓦特罗利亚哈，用哈，我马恩多努利亚来好。好，再来来形容阿美族的生活是最恰当不过哈。我看一下哈，哈蒂尼恩法蒂纳古哦奥利诺邦扎那马达杜东爱哈，好，我会这么翻的哈，我会这么翻。好，这个是我翻的哈，这个黄色。
那巴迪纳固就是比喻哈、介绍哈、都可以哈。啊，那他在这边呢，他的翻译没有翻到这个字了哈，没有翻到这个字。那 stick 啊，stick 是很好哈，但是我们正常讲 stick 的是指这个疑惑量，好，疑惑量stick 呢，我是没有看过是在三产的部分呢，stick 是指疑惑量比较多哈，比较多，当然还是要看什么方言哈，还是要看方言哈。好，好，我们看其他的哈。好，书写的哈。Ano minga tayo turutok amaro kumantu irutukay kakanan. Ha, 这个很好。Ano minga tayo turian amaro kumantu ilianay kakanan. Ha, matatulungan to orib no bangsa ko ni aswal ha. 这个大概就是基本上大概就是线上的翻译了哈，线上的翻译大概是属于这个内容哈。但是就是我讲的，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呢，他没有讲到这个字哈，关键字形容，好形容，好，那大多数那可能只能翻成是什么恰当合适，但是形容这个词没有翻到哈，没有翻到哈。所以那个苏贤就是你看看，你能不能再加这个字？基本上你的翻译 OK 了，现在就是你要再更好再更好，怎么更好？就是形容，把形容这个字不一定是我讲的那个字迪纳固，你有没有别的单词来加进来？想不到哎。找不到？好，好，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迪纳固，把迪纳固，把这个字，你看这边是哈迪尼呢，把迪纳固过奥利本努班扎啊，马达多中爱，有没有？就是把迪纳固，你就是把这个字加进来的话，你看看你怎么加在你的这个句子结构里面，好，试看看，好，好，那你就先自己试了哈，我再看别的哈。好，我们看红爱的哈。Yuk minganta tulutok. Kita suai tulutok, kita suai tulutok akumaan. Minganta tulian kita tulian akumaan ha. Matutulungan ko muna suatu saka urip no amis哈。那你这个 saka urip 呢，我建议你还是用比较好了哈，因为这个字大概已经是形成这个样子哈，叫 urip 哈。其他大概还可以哈。那现在的这个有名啊大多都读kita tu ai，kita tu，kita tu ai 多罗读啊，我们按哈，这你用的单词是 kita tu ai 哈，大度哈，可以 ki 很好哈。所以红爱你是那个马兰方言嘛哈？喂，红爱有听到吗？那么小声哦。哦，好，你是一样就是说，
来形容这个字，你也是一样没有翻到，你看看你能不能把它加进来啊？把它加进来，形容，来形容啊！你看，来形容阿美族的生活是最恰当不过了哈。当然你们的翻译都 OK，现在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再翻得更好啊！我是希望能够这样了哈，希望你能够翻得更好，把那个尽量贴近两种语言的意识、技法结构尽量贴近。当然翻译本来就是没有那么完善哈，因为语言嘛这种语言翻到另外一种语言本来就没有那么完善，但是尽量接近尽量贴近它的意识会更好哈。好，好，没关系哈，你听得到的话，你就把它加进来，就是我讲的把这个来什么来形容这个词，来形容因为你们现在翻的都是马达多鲁奈，马达多鲁奈就是指什么恰当这个字但是形容这个字没有翻到哦，都没有翻到哦。当然，这样的翻译已经是可以了如果说是我了如果是我考试我不会给你们满分，10分的话就不会给你们满分，顶多9分，就很可惜，因为差这个字底达度这个词蛮好的了他这边用底达度其实就是这个词缀词缀呢，你也可以用巴嘎巴嘎这个词，巴嘎这个词缀非常好，巴嘎这个词缀要借着什么方法手段也可以我们大爱多鲁多巴嘎鲁多盖就是借着山的什么也是可以也是可以这不一定是那因为每个方言它的应用不太一样。那巴嘎这个词缀呢，非常好用的是借着什么样的手段那个巴嘎，比如说巴嘎巴里令带来一代巴嘎过我借着汽车巴嘎高铁带来一代巴嘎过我是借着高铁去台北，所以巴嘎它是借着什么方法手段的意思哦，这个巴嘎那基达度这个基呢，它是有目的性的这个基基达度这个词也可以可是那个吉他数不用加咪吗？基本身就已经是目的性了，可以吉达度可以不用加，可以吉达度爱读的都没有问题，因为那个爱就是动词词缀了。好，那如果你自己加好，你是再说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个了下一个好，我们看下一个好，因为阿美族的生活是与大自然融合的因为阿美族的生活是以大自然融合，所以因为这个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分段哈，因为它是个转折音哈。阿美族的生活哈，生活是啊，所以这个生活呢，这个是动词啊，阿美族的生活呢是主词，就是看看你怎么翻哈。生活是与自然融合哈，所以谁的生活？阿美族的生活哈啊，你翻看看哈。融合哈，你看看就是这个词哈，大自然。那你不一定，你要翻大自然是蛮难的。那什么是大自然？那这大自然就是世界嘛，哈，或者是什么融合？那生活就是 olive 嘛，哈。所以融合这个字合成一个啊，就是说你可以用一哈，你怎么去构词？可以用自在这个词啊，自在。那你怎么运用这个词缀？其实大自然就是世界嘛，嗯，所以我们不要被中文字绑死哈。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安卓的哈。好，然后还有乌马拉之在，我那边的帮差多干了啊，基本上啊、是没有问题了哈。它加个这个乌呢也是非常好哈，因为是哈，这个是呢，可翻可不翻哈，因为马来之在合一啊，合一嘛哈，啊成为一哈。啊，我马来之在国奥利布鲁邦这还多干了哈，这个翻译是翻的很简单，但是很贴切哈，就是马来之在成为一啊。如果是我哈，我还说会加一个爱会更好哈，再加个爱，我马来之在爱哈，我马来之在爱国奥利布鲁邦这还多干了，好，我会再加个爱哈。好，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哈。再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书写的哈。好，然后还有个人在一个奥利布的帮助下都加入妈妈案干哈。好，他在加入妈妈案就是属于世界的各种哈，各种各样哈。啊，这个翻译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啊。它这个麻辣跟嘎辣的差别哈，你看它这边有加，后面又加个爱哦。
你看呢、这个是有差别的哈。好，但是前面是马拉，好，那书写是用嘎拉，好，那马拉就是变成为了哈，变成为，好，马拉是变成为啊。嘎拉是什么？已经形成常态的啊，或者是嘎拉也可以翻成是喜爱的，哈、长长的啊，所以它的差别在这里哈。那理论上呢，这个两个字都可以哈，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马拉，马拉主要强调的就是说，哦，现在发生现在发生成为这样子。那嘎拉就是已经形成常态啊，形成常态啊，就变成是喜爱，喜欢好，所以这很好哈。我们再看一下哈，红爱的还没有好哈。所以书写你们这个呢，就是加这个就好了哈。好，迪尼呢，把迪拿固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啊。好，好，加在这里哈。好，迪尼呢，把迪拿固乌这边要加乌改成乌就好了。乌或者是变成我讲的那个搭，你们是搭对不对？搭马达多中爱，好，对，我们是的。嗯，都没有问题哈。所以都是一样哈，包括那个红爱的哈，红爱的话应该用啊。Hatini na pati ko nga matatulungan ko niya sa tu sangka olip no amis hatini na pati ko ta matatulungan to olip no pangza ko niya就加这个就 OK 了哈，就更完善了哈。那你们还可以学另外一个词叫 aris aris 叫装饰装饰这个词这个词你们可以自己私底下去查aris 也可以这个字呢，它叫装饰修饰打扮打扮这个词也可以来用aris 形容好，那红爱的还没有好那没关系，我们继续走好了继续走，他写好了，他就会播上来好了吗？
没有啊？哦，好了，嗯，好，我们看红爱的哈。啊，那我呢，我阿密斯哈，我阿密斯啊，罗里哈一哈，马拉人的爱多尼尼啊，干哈，你用人那哈，好，这边呢，我这边建议要用乌努阿密斯哈，乌努阿密斯属于阿美族的乌努阿密斯啊，乌里啊，乌里啊，然后这边最好是加这个音哈，这个音比较清楚啊，乌努阿密斯哈啊，罗里比哈，马拉。人的爱啊，人呐，好，多尼尼啊，干了哈，那我哈尼哈，我们看一下它的中文哈，因为阿美族的生活是以大自然融合哈，大自然哈，大自然就是世界了哈，干了哈，马拉人呐，好的那哈，就是互相这个应该是这个影响吧哈，影响那就是融合哈，这个字没有问题啊，人呐哈。好，所以基本上哈，就是说，你的这个翻译哈，没有主词了哈，没有主词哈，呃，红爱的你这个词就是没有主词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前面的这个结构哈，嗯，好，我给你修改哈，啊，这样的话哈，这个改成孤啊，然后这个欧利比亚在前啊。Omaran na ai ko olip no amis atau nini akar ha atau hakar 也可以哈atau hakar 啊 atau hakar 好，这样比较简单哈，比较简单。Omaran na ai ko olip no amis atau hakar 哈，这样就可以了哈。就为什么？因为阿美族的生活嘛哈，阿美族的生活是主词啊，就在我们中文的结构来讲啊，阿美族的生活是主词哈，主词啊，就说我们的翻译一定要这样啊，才会比较贴近这个中文的语法结构哈，就是对称的哈，对称哈。当然，你这个翻译是属于口语性的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翻译呢啊，偏向这个部分，包括有很多的文章都是属于这种哈。但是我们尽量哈，因为我们是翻译课嘛哈，翻译课就是你尽量贴近中文的意思啊。那今天如果说是阿美语翻成中文的话，那又另当别论了哈。我们今天是什么？中文翻成阿美语嘛哈，中文翻成阿美语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句哈。阿美族传统的居住地是在台湾东部的花莲哈，台东地区哈。那这个单词我们大概都翻译过了，传统啊，传统啊，台湾东部花莲这个大概就比较没有什么呃单词了哈，就是传统这个字，看看你能不能翻出来哈。所以这里的动词是在这里哈，是在，好是在。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话，这个结构啊，
所以这个阿美族传统的居住地，它就是主词。按照这个结构来讲，哈，它就是主词，啊，主词词主，啊，在哪里？在台湾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比如你看整个结构，红色是主词，黄色是动词，白色是受词。这个是跟在呢可以区隔出来，啊，也可以分开，也可以合在一起。啊，孤，啊，要用孤，啊，所以以孤为中心，啊，后面是主词，动词。啊，这个在，这个动词就是什么？就是是。好，自己练习一下哈。所以我们翻译难的其实就是词组了，词组真的，啊，词组，你的词组结构的连接是不是合适啊？是不是用啊，还是用nu，还是用都啊？这个就是关键哈。好，书简翻好了哈。可是我是下面。好，下面哈，好好。好，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很对称的哈。你看，就是乌，好，乌在这里哈，啊，乌就是是，啊，这个才是我们主要的动词在这里哈。孤在这个地方哈。好，乌伊加瓦里爱努台湾啊，格林古阿杜不送，古加马鲁安努达杜阿三努邦扎，好，这个就是一个很规范的哈。所以古，你看加马鲁安努达杜阿三努邦扎，啊，这就是一个我讲的啊，主词的词组哈，属于啊阿美族祖先的居住地，哈啊，达杜阿三你可以说传统祖先传统哈，属于阿美族努邦扎啊，努达杜阿三啊。噶玛鲁岸居住地啊，所以这个红色啊，所以是在啊，这就是黄色哈。嘎瓦利啊，瓦利东部啊，嘎瓦利诺台湾，伊嘎瓦利爱诺台湾啊，属于在台湾的，属于台湾的啊，在东边的啊，
什么东西呢？什么地方呢？嘎林固不送嘛哈，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哈，标准的这个翻译。如果说是好，台湾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哈基本上这个翻译呢，大概大概就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哈啊，所以地区地区就没有必要去翻了哈，没有必要台东嘛，台东就是个地点嘛，就是地区，花莲是个地点啊。好，那做的哈。好，urang anu panero anu bangsa malasap sawari anu Taiwan Galingo都播送哈。好，这个就是这个翻译哈，就是说它是按照中文的顺序翻的，就是呃没有格位标记哈，就是在口语上常常会出现这种问题哈，出现这种问题啊。好，那基本上单词是没有问题哈。来来，它这边是指传统哈来来no巴尼亚路岸鸟落鸟落居住地阿美族邦扎马来萨伊沙瓦利岸是散布在台湾的东边达林固都不送哈。这个结构就是我讲的乌所以这个拿多少我就帮你改了乌这个乌马来萨拜伊沙瓦利岸no 台湾啊乌这个结构就是我强调的乌乌乌在这个地方啊一在这个地方在啊锅锅是红色的阿美族的传统记住句记住句来来努巴纳六安努邦扎来来努巴纳六安努邦扎这个红色的就是我标的这个是主词的词组乌在好看一下这样的话这个结构就能够对应到这个记法结构就是中文的记法结构
好，那个红爱的还没好哈。好，高瓦力，高瓦力，好，高瓦力就是指这个嘎，为什么是嘎呢？就是它已经是不会变了啊。那沙瓦力的那个沙是什么？指方向啊，在属于台湾的向东边的方向啊。基本上就是这个作者他要怎么表达啊？重点是那个瓦力啊。那为什么叫嘎瓦力？嘎瓦力比较好，为什么？嘎瓦力表示它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一个位置。那沙瓦力呢？因为我们人会变会动啊，人会变，就是人的方向会变啊。那你方向变的话呢，沙通常是指方向的意思哈，所以它有向或者是往的意思在哈。那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哈。伊沙瓦利安努台湾哈，伊高瓦利爱努台湾都没有问题哈。那马拉萨拜的 sub，the sub 是有繁衍的意思在了哈，繁衍的意思哈。那巴尼亚路岸呢？海岸比较喜欢用这个巴尼亚路岸呢，特别是在歌谣里面哈，很多巴尼亚路岸哈，基本上没有问题哈。那这个按照这个就是台湾这个字哈，我建议你不要做区隔哈，因为为什么不要区隔呢？因为台跟湾它不能分开啊，它是一个词，它虽然是两个字，但是它是一个词啊，台湾，要不然你就是台湾不行，就像嘎林固嘎林固它是3个音节，不送是2个音节，你不能分呢而且这个要大写要大写。好，好，红爱的哈。好，有伊高瓦利爱努台湾格林固都不送过巴尼亚路安努miss，好，很好了哈。这个结构就是这样的哈，没有问题哈。乌跟一是黄色的哈，孤这个整个是红色的，就是主词词组哈，这个就非常好哈。巴尼亚路安哈，好，有伊高瓦利爱努台湾格林固都不送过巴尼亚路安miss哈。基本上这个结构呢，跟前面的结构是一样的了哈。班扎卡马路岸达杜阿善来来呢巴尼亚路岸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哈。好，重点就是对应到这个文字阿美族传统的居住地是在那巴尼亚路岸呢，它就是可以直接翻成是传统的居住地了，就是巴尼亚路岸基本上就包括在这个里面了哈。巴马路岸路达多阿山也没有问题哈。好吧，那我们那个淑贤，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我们休息到8点好不好？好，那休息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先练习一下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哈，休息一下。
好，我们继续上课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一篇哈，其实这一句呢，它是跟这一句是连的哈，所以它是这样子哈，它是一个子句哈，所以你可以直接照翻就行了哈。那一部分在海岸山脉东路沿海地区哈，一部分在啊海岸山脉东路沿海地区啊，海岸山脉东路沿海地区，所以东路就是东边了哈，海岸山脉就是看你怎么翻沿海地区就是你整个意思能够表达出来就行了哈。所以它是接着上面这句哈阿美族传统的居住地是在台湾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一部分在海岸山脉东路沿海地区所以基本上它是这样子，那你也可以不用管哈，不用管，就直接按照这个翻译就行了哈看你怎么翻哈。如果按照这个句子呢，它的动词在这里动词。如果按照这个结构所以一部分是主词。老师，一部分要怎么翻？你都翻不出来不会，乌鲁马伊，我只知道乌鲁就是这个字啊。问题是它不能再浅呢。你们的翻译一定要习惯这样子。你看，我把锅打出来所以这个一就是在全，是不是一什么锅如果上罗马一也不是不可以，这个就是口语。可是如果按照记法结构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了就是我讲的。你看一部分它是什么？它是主词在是动词沿呢，沿着海当然它就是个词组你先翻没关系先翻不要怕翻错有时候我翻集也会翻错就是不要担心错误了就改没有问题你发生的错误越多，你改的越多，你会越厉害如果你不知道错误在哪里，那就麻烦了特别是长句子好，书写翻好了就是这个结构就是这样子了很简单好一就在这里嘛一就是黄色，它就是动词词缀锅在这个地方咕噜嘛，它就是主词别的你不一定是一部分罗马之在那个
也不是不可以啦，啊，就是说那个叫废话啊，别的啊，别的在海岸山脉东路沿海地区就没有问题了啊。好它是直接按照音去翻哈。伊高瓦利爱努海岸山脉啊，拉瓦兹努里亚，好，好，拉瓦兹努里亚的哈，基本上这个翻译就是已经是很对称的哈，因为重点就是一在努属于海岸山脉阿拉瓦兹海岸山脉的旁边旁边哪里？东边东路属于海岸上面东边东边还有海边努利亚基本上这个翻译就是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大概是属于这种这种音应该要怎么写呢？现在就是还不是很规范，大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海岸山脉这些字应该是要怎么翻如果是我这是我了我说的不算了如果是我会这么写海岸山脉你就可以区隔出它是4个音节，但是你又不能把它分开海岸山脉你可以这么写因为老实讲，我是很反对这个 dash 你把它区老师隔了，你就考试要怎么写？考试要怎么写？因为每个老师讲的都不一样。对，没有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问题在哪里？这研明会他没有负责任，他很多规范呢，就是没有去定，你定出来嘛就是说你干嘛要 dash 呢？你海岸山脉它是一个词它不能分是不是？就像台东对，你把它分开大写不行类似这个意思。对，如果是我会这么写了如果是我但是我说的不算因为我不是考官，我也不是出考题参考一下因为这是个介词，是不是？它不是阿美语，就是介词怎么规范就是他问争议很多但是我很反对，就是这个词跟词之间加个 dash， 我很反对好，我们看一下我说的好，一般沙瓦里拉努的读米利赛读两个罗马爱好，一般沙瓦里基本上有估没有问题了估这滑鼠有问题基本上这个就是红色的部分红色主词这个就是在没有问题就是那因为词组呢要怎么连接这是个关键伊巴沙瓦利拉努的读伊巴沙瓦利拉努的读拉努的读在属于山的下方所以这边呢这边要加一个比较好阿米利利斯阿米利利斯多利亚
那个阿洛跟你讲话吗？ Ini kaku 你为什么要加爱？ 啊？我为什么要删掉？你可以理解吗？你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要删掉爱，你知道吗？不知道那个米利赛读的就他现在正在沿着哦，是正在动作哦，了解啊，意思吗？爱，哈，你不要小看这个小一点点哦，那个爱就是正在进行，对是不是？对，所以米利读的就是它是沿着的，但是没有说现在正在干嘛，是不是？这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哈。好，那这个如都跟这个后面那个词呢，你看它要有一个 r 的连接词哈。咕噜嘛爱，咕噜嘛爱也是可以，你加爱不加爱问题不大哈。没有问题哈。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那个米利利塞多利亚了，就表示米利利塞多利亚的概括就是我现在正在沿着，是不是？所以那个爱是这个概念哈。如果是米利利斯呢，就表示它本来就是沿着，但是没有讲说正在进行啊，没有啊。啊，我们看红爱的哈。好，伊个瓦利爱努海岸山脉啊，鲁多啊。好，拉瓦兹努利亚哈，一样就是说这个那个这边呢就是没有主词了哈，没有主词，这个很简单，就是把这个古鲁曼啊就可以了，加进来就 OK 了哈。伊个瓦利爱努海岸山脉啊，鲁多啊，阿拉瓦兹好，这边加个啊哈啊。阿拉万啊，就是这个连接词，有时候就是说，加了会更好哈，加了会更好，好加个啊，就是这个词组的概念哈。好，这样的话，这个结构就可以了哈。伊高瓦利埃努海岸山脉阿鲁杜阿拉瓦兹努利亚啊，古鲁曼啊，另外的别的啊，一点点一部分啊都可以哈。基本上，这个结构就 OK 了哈。好。所以今天就是你们3个人了哈，那我们继续往下哈。好，我们看下一句哈。另外，好，另外是在中央山脉与海岸山脉之间的花东纵谷平原哈。其实这个我们已经翻了很多遍了哈，就是你去看看，就是说另外是在中央山脉啊，所以另外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翻的那个字哈。所以这个动词也是一样的哈。所以这个另外是什么？这个另外就是主词了，就是我们要习惯这样翻译哈，这个记法结构才会非常精准啊。所以这边是有个并列语，是不是？你可以直接按照那个音去翻都没有问题哈，你也可以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翻，啊，都可以啊。中央山脉、海岸山脉哈。好，花东纵谷啊，花东
所以花东纵谷平原，你也不一定要按照这个字去翻，就是它是在两座山之间的地啊，就是你把那意识啊翻出来就行了啊，就行了啊。两个山之间的地啊，那为什么叫纵谷？就是长的，所以纵啊，长的，所以是长，并不是宽哈，是长啊。所以这个它也有单词哈，它也有单词。如果按照口语呢，就会讲乌鲁玛伊伊迪来伊，这个就是什么口语啊？这个就是我常常讲的，这个叫口语。按照中文的字面的意思去说，也并不是错。可是呢，这个技法结构就错啊。说话表达是对，问题是技法结构是错的啊。这是我现在要强调的部分都在这里哈。你常常讲乌鲁玛伊伊迪来伊，你看你就通常说话会这样子哦。所以口语跟文字是口语化跟文字化是两回事啊，两回事哦，记住这个概念哈。所以你们要跳脱口语的这个结构，然后进入到这个真正语法规范化的这个结构里面去翻译哈，才会叫对称哈。花东纵谷平原，你就是你用你会的单词去构成它的词组结构啊就可以了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单词呢，各个方言也不太一样啊，所以我的翻译呢，大概都是用通用词。什么叫通用词？所有方言都会的单词，然后你再应用词缀，所以大家都会读得懂啊。如果你用那个很深的单词，别的方言没有，或者是什么字典都查不到啊，当然不是不可以啊，就是说别人会读不懂啊，问题在这里啊。嗯，所以你的翻译就是说，你在说什么啊？中央山脉啊，就直接说国语也没有问题。海岸山脉啊，重点就是你写的东西，他能不能读得懂啊？中央山脉啊，海岸山脉，如果你用解释的，别人可能还不一定读得懂啊，不一定懂啊。所以，所以现在也是有两派了哈。就好像是直接翻译按照音去翻啊，这是一派；另外一派呢说，哎，按照字义去翻啊，也有啊。理论上最简单的就是按照这个音去翻，因为它是个名词啊，而且它这个如果你用解释的，不见得会能够理解啊，不见得啊。所以中央山脉、海岸山脉哈。
好，书显放好了哈。未来no中央山脉海岸山脉马萨萨弗拉费no嘎林固波宋古罗马哈这个结构基本上是对了哈，乌一哈没问题一这个是在古罗马另外别的这个就是红字，那就看中间它是怎么连接的度在这里哈，都在这里雨伊拉在之间间隔之间那中央山脉这边也有2个阿杜了哈，和海岸山脉Saflaf 就是平原了哈，平原属于花莲台东努不都不送伊拉努中央山脉都海岸山脉马萨扎扎费努嘎林固都不送，属于花莲和台东哈，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哈。那个苏显，嘿，老师，喂，我的建议就是马萨萨萨费伊嘎林固都不送哦，好，就是那个努改成一会更好努改成一对，会更好按你的翻译已经可以了，就是说我们再更漂亮一点的话，就是还是用一会更好一点好 ，OK。好，我们看这个那多的哈，所以大概是这个规范大概是这样的了哈，就是说基本上是对，就是说我们看用什么会更好一点，更贴近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哈。好，这边也是乌一没有问题是在是在，再来是咕噜曼没有问题，这是主词现在就是中间的连接的问题了哈。好，乌伊西附呢，中央山脉都海岸山脉马萨萨萨费，努嘎林固努不送一样就是说这个西附就是中间了它上面有拉二叫间隔拉二叫间隔西附是中间以西附努中央山脉都海岸山脉马萨萨萨费努嘎林固所以我的建议也是一样的用一会比较好用一会比较好了
这个平原在哪里呢？在花莲。哦，他这边表达呢，他讲的这个平原是属于你们前面用 no 什么？这个平原是属于什么？台东和花莲的啊。如果按照 no 的话，如果这个平原是在花莲和台东，你看，就是说这个两个差别在这个地方哦，就是意思是很贴近，但是用一呢，我的建议是用一会更好哈。好，红爱的哈，红爱的这个我看到他写的就是口语哈，口语的哈，这种就是属于口语的这个翻译了哈，他就是按照字面哈，乌鲁玛伊啊，乌鲁玛伊拉埃夫中央山脉啊，多海岸山脉啊，大发伊嘎林过啊的不送这个就是属于口语的哈，这个意思是对，没有错哈，但是如果说按照记法结构呢？就不行就是我讲的，就是说它的什么词跟什么词应该要对称，什么是主词，什么是动词就是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慢慢的去把我们的翻译呢规范成这个样子就会很好所以那个红爱我就替你改好了 earth no 中我就按照你的了中央山脉都海岸山脉staff 一这个结构的话就是对称的结构了乌一是在好，再加什么咕噜嘛，是不是？好，这个结构的话就是跟中文是对称的所以他这边是用一看到没有？他就用一会比较好确实再用一，就是说你记住一个要点，就是说时间、地点、方位通常是加一是指时间、地点、方位通常都是加一是一这个就是他们讲的这个介系词就在这里好，基本上这个没问题了我们看下一句沿海地区的阿美族濒临广阔无边的太平洋所以在这里如果按照这个结构，好，翻看看所以这个你不一定要按照字面翻但是结构呢一定要对主词动词所以这个结构就是这样子如果没有人没有人称代名词一定是孤，就是这个结构
就是这样子哈。那你们可能有参考这个网络上的文章哈，它的翻译哈，当然我们也可以参考哈，就是说有些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哈，当然这是我个人认为哈，我个人啊就像有的用 nu， 有的用一啊，基本上是表达对了，但是它还有更好的，就是说就是选择来讲的话哈，就是这个部分呢，有时候我在做翻译呢，我会常常问老人，我说这样比较好还是那样比较好啊，我都会做比较哈，所以我也是有跟老人家请教过的，就是这个两个句子怎么翻，翻的这样子，哎，哪一个比较好啊？我会去做对比，然后请教老人家啊。所以你自己在练习翻译的时候，希望你也能够去念给老人家听，他会告诉你他会告诉你哪一个比较好啊。老师，濒临广阔无边太难了。你就先翻嘛，你不用怕，你会的。怎么叫濒临？不会，濒怎么不临会？临？临什么叫临？哪大靠近吗？临，它就是在那个地方的意思啊。在沿海的旁边是什么？所以你不要被这个中文字打死嘛，你要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沿海地区的阿美族在呀，在呀，那不就是在吗？你是阿耀还是在都可以啊。是不是？你是阿耀，哦，你是阿过了吗？你是阿耀。对嘛，是不是？所以你不要被中文绑死，用也可以啊，但是用你是阿耀更好了，是不是？就像欢迎光临嘛，是不是？欢迎光临，临。所以我们先把孤打出来，然后看这个句子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啊？好，这个书写翻好了哈。对，你看这个就按照音去翻比较不会搞错嘛好，你是阿亚外都嘎嘎在太平洋古班扎伊拉瓦斯努利亚这个就是一个很规范。你看，你是阿耀是不是？咪西就是面向面向前孤阿美族濒临广阔无边的太平洋，是不是？所以这边加个一非常漂亮必须加不行你看，如果说你按照中文的话，它没有在那就不行你是要到加拿大太平洋过
伊拉瓦在努利亚的阿邦扎啊，就是说那个书写，就是说这个句子结构呢，如果按照红色的字的话，哈，我给你修改一下哈。我知道。啊，你知道怎么改？怎么改？伊拉瓦在然后呢？阿里，哦，对对对，这边加什么？这边加什么？啊，对哈，这样就对了哈。这个就是对称到这个中文结构了，是不是？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翻译就是哎，尽量对称到中文，因为它是一个什么整个主词词组啊。伊拉瓦祖努利亚的阿邦扎啊，当然呢，主要的主词还是阿美族没有错啊。按照你那个翻译也不是错，但是更漂亮啊。你要更漂亮的时候，伊拉瓦祖努利亚的阿邦扎会更漂亮哈。好，谢谢老师。不会。好，我们看红爱的哈。好，米西阿亚外多量过一生一般三瓦利亚阿米莎，这个翻译更简单哈，但基本上也没有问题了哈。那就是说，它的结构啊也是非常正确的哈。估是不是？重点就是要在这个估哈，这个估一定要翻到，一定要有估哈。这个动词就米西，是不是？面向什么？里亚啊，面向海。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哈。那当然就是如果说吹毛求疵的话，就是它的广阔没有翻到那个红爱哈，就是你的这个广阔没有翻到，所以我的建议还是加这个字啊，面向海，你的翻译就是面向海而已啊。无边我们可以不用翻广阔哈。如果说我很龟毛，一定要你翻这个广阔无边广阔无边啊。这个考官呢，就是说，哎，他很龟毛的话，他会扣你分，好，扣你分。那嘎嘎哈奈亚太平洋，嘎嘎哈奈亚利亚了，那大概没有问题了，都嘎嘎哈奈哈，加个嘎嘎哈奈会比较好哈。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了哈。那东边的海洋就是太平洋了哈。太平洋这样的话翻译会比较贴近哈，比较贴近。好，就是加这个就好了哈。所以这个伊巴沙瓦利艾阿米斯哈，伊巴沙瓦利艾阿米斯这基本上也没有问题哈。好，我们再看哈，看下一句。好，下一句看起来很长了哈，就是不难啊。所以老师还有一个人还没有改，什么？说的。我说还没有哈。好，把它忘了。可以忘记。好，在这里。
啊，五一这边就有问题了哈。五，米西阿耀，多利亚了，努太平洋谷，尼里里山努班扎，尼里里山哈。基本上姑在这里没有错了哈。乌也是对啊。问题是边这边这个一就有问题了哈。这个一不需要哈。乌米西阿耀。所以这边就要加爱了，更啊不，这边为什么要加爱？持续嘛，面向，面向什么？海，海是不是？乌米西阿耀的话，乌的后面要接什么？名词对，所以你必须加爱，要不然就是因为米西阿耀它是个动词，了解我意思吗？了解，加爱的话，它就可以变有名词性啊。我们是阿亚外多利亚的太平洋谷，尼里里山，努班扎，尼里里山努班扎，这个词组有点问题了哈。你是要翻译沿海地区对不对？对，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阿美族嘛，对不对？对，好，所以尼里里山呢，你因为是想要翻这个地区，所以加个岸。你看哦，尼里里山的班扎，就是阿美族所什么的，所沿着的，可能不太够。我们是阿亚外独立的太平洋谷啊。你看它这前面是讲什么？伊拉瓦兹努利亚的啊，班扎还没看到。好，这个我直接帮你改了哈。那些阿幺外哈，独立亚努太平洋哦，一哈。那个用拉瓦比较好哈。拉瓦就是边边的意思哈。好，努利亚哈。绑扎哈，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尤其阿亚外多利亚的努太平洋哈，古伊拉瓦古伊拉瓦在哈，古伊拉瓦在，古伊拉瓦在努利亚绑扎哈。你这个伊拉瓦怎么绑扎？
伊拉瓦在努利亚的阿班扎都可了哈。重点就是在旁边，那旁边呢就是沿着哈，沿着哈。那离离这个词是比较好了，但是我想到改的时候我再跟你讲好了，单独再跟你讲。离离是很好的，离离它就是沿着的意思，是可以的哈。好，那用伊拉瓦努利亚的阿邦扎啊，这样就可以了哈。好，我们把这个放完好不好？好，好，我们把这个放完哈。所以这边的动词是这个哈，去哈。所以这个是主词，所以这个是动词。大海就是主词，大海是他们的冰箱，大海啊，大海就是他们的冰箱。所以取开头就是咪啊，下一个子句呢就是乌。取就是拿，自就是从，取呢海里面的鱼虾蟹啊，贝壳类藻类哈。那藻类呢，所以它是一个集合名词啊，贝类也是个集合名词哈。你不能单独讲那个这个都是属于集合名词哦啊。鱼啊，他没有讲什么鱼哦，虾啊，螃蟹、贝，这个都是属于集合名词，包括藻类啊。当然尽量哈，尽量啊，生活食材啊，你也可以用词组啊，也可以用词缀冰箱那就直接翻了冰箱哈。就是下面那个子句是最简单的，上面那句呢牵扯到生活食材这个词组还是词缀然后后面很长，然后就是单词海里面的鱼虾蟹贝壳类藻类。所以那个类你也不用翻，当然你最好是能翻的哈，因为它是个词缀藻类。所以鱼福定虾阿法尔螃蟹嘎浪贝贝壳，因为贝壳类有很多种，
藻类也有很多种啊，关键就是贝壳类大概问题不大，就找这个词看看，你们能不能翻出来哈？当然，参考这个文化篇里面的也是正确的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红爱的哈。好，那伊利亚拉米阿拉都看看恁福丁阿法加朗都skill sama Nuria 啊，嘎拉冰箱汉能耐能啦果利亚啊，这个就是没有问题哈。现在就是那伊利亚哈，你看这是米阿拉哈。好，这个很好哈，这个咪就是这个黄色这个哈。好，现在它就是用什么豆嘎嘎嫩哈，豆嘎嘎嫩哈。基本上它的翻译基本上也 OK 了，问题就是格位的问题了哈，格位的问题哈。这边有格位有勾没有问题哈。当成哈。好，我看一下哈，看一下怎么修改哈。好，那利亚，这是 L 哈。啊，米阿拉哈，米阿拉都啊不定阿法了哈。当然啊，都 skill 三麦哈，就是你的差别就是嘎嘎嫩就是指吃的而已哈，就是生活食材生活食材啊。那伊利亚拉米阿拉杜夫丁阿巴拉嘎拉阿多这个三麦哦萨嘎萨基嘎恩哈。嘎嘎嫩哈。也行了哈，这样就可以了。那后面的话就有没有问题哈？那问题就是如果是乌哈，乌是啊，乌跟它冰箱汉没有问题，要加个乌会比较好啊。冷了，玻璃啊这样的话
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什么这个菇的问题哈，菇啊，一定要有这个标记哈，一定要有这个标记啊，菇。你后面这个有菇就没有问题哈，有大海啊，那感恩哈，吃的食材哈，萨嘎欧利巴嘎感恩哈也可以哈，那嘎感恩就没有问题了哈。好，我们看一下哈。好，书显的哈。好，我刚刚呢，我的ko miaraan afuting avan karang skill atau tamai na ilian saka u 冰箱汉能让国利亚哈。好，这个关键也是在就是它的这个主词呢，主词就是后面这半句是 OK 的哈。saka u 冰箱，saka u 冰箱能让国利亚哈，这个句子没有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上面这半句哈。当然意思是表达了。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你的技法结构跟它的这个是不是对称的哈？就是我现在强调的大概都是这里哈。所以它的中文结构是生活食材嘛哈。所以按照这样子，所以拿什么东西，所以那些东西是被拿，它是受词啊。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哈。所以这个动作呢，也就是什么，米阿拉是不是？米阿拉，米阿拉什么？读，是不是？我米阿拉，知道。好，米阿拉都 skill 是不是？这些啊，好，我们直接改了哈。米阿拉所拿的、所取的，哈，就是你的翻译就是意思是有对，但是技法结构不行哈。是我自己改，我会改。你改吗？好，那你自己改。好，那你改，你先改哈。就是我讲的，你的中文跟阿美最好是技法结构要对称啊，意思是表达了啊，你自己改一下哈。很好。好，我们先看那做的哈。意思都表达对了，现在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你的技法结构是不是跟中文是对称的？这个是我非常强调的部分哈。好una iliar 好 una iliar ami ana tu futing afar karang skill atau tamai ku kakanen oleh no bangsa 我来看冰那个拿到你的冰什么滨江哦我拼错了。好，冰箱嘛哈，宁辣还是能辣？能辣。好，上面乌拉萨嘎乌拉萨嘎可以哈，有冰箱好，没有问题。那伊利亚阿米亚拉杜夫丁阿法嘎朗斯 Q 阿杜沙麦古嘎嘎嫩我的班扎基本上
这个就是对称的哈，对称的。那只是你加了个一乌了哈，乌好乌是没有问题，因为理论上哈咪摆在前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看它的中文嘛哈，曲嘛，曲就是咪咪阿拉，是不是？咪 skill 啊，咪夫定都是咪，是不是？咪阿拉，咪阿拉多夫定啊，那尼利亚的，就说你的这个概念哈，不是说你错，就是说这个概念哈，就是说最好是这个结构哈，这个结构，因为这个中文没有是嘛哈，没有是。意识对了，希望我们能够更精简哈，更好哈哦，就是希望我们那个技法结构能够更好、更对称哈。米阿拉多夫定嘎浪哈达麦，然后这边在什么？那尼利亚的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 OK 了，会更好啊。嗯，因为如果你是用那尼开始的话，你就要加乌，差别在这里啊。我不是说你的翻译错哦，就是说在技法结构来讲的话，就是有点不对称。我强调的在这个部分哈，我强调的是这个部分哈。米阿拉多夫定阿法尔嘎朗斯基瓦多萨麦那尼利亚了，古嘎甘嫩奥利姆阿班扎啊。我来看我冰箱我冰箱能了，不利亚，基本上就 OK 了哈。所以你要知道它最主要的动词是哪一个？取嘛，取啊。好，我们再看一下书写的哈。好，米阿拉多夫定嘎朗兹基瓦多他麦那尼利亚国嘎甘嫩奥利哈嘎甘嫩奥利啥个有冰箱能让古利亚啥个有冰箱了，嘎甘嫩奥利嘎甘嫩喏，属于生活的食物嘎甘嫩奥利属于生活的，好像可以哈，但是那个书写嗯，加沙嘎哈。哦，好好，那沙嘎更好哈，嘎嘎嫩努沙嘎奥利你就是加沙嘎的话会更漂亮哈。嘎嘎嫩努奥利基本上也 OK， 属于生活的食材是不是？你是按照字面翻对？嘎嘎嫩努沙嘎奥利，就我们要有吃才会活嘛，所以加沙嘎奥利会更漂亮哈。好，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那就是下个礼拜，不是很多人报名吗？今天怎么就你们3个？有不其他能上，都不能上哈。
好，再开那放报这样的名。话，我们的对，这样的话我们的速度就会很快哦，会更好哦，没关系啊。对啊，如那果没有也没后面关系，的话就嗯，对，好，那就这好样子了。那苏贤，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哈。好，谢谢老好啊，师，大家辛苦了哈，那都好，谢谢。要加油啊。